日本时代由科托医师所创立的中华鹿港中原病院，是一档结合着这清朝时代和日本时代建筑工法的建筑物。因为年久月深啊，这建筑物有淡薄仔损害。科托医师的孙，也就是厝主柯正恒先生，去年有争取到文化部的补助，到今已经修复完成啊。未来会规划做展览区，或者是文物典藏，要让更较侪人认捌到这间有历史的病院。全台湾头一代的钢琴，到1923年委托鹿港艺术家郭新林参王淑平合作的壁画，才受100年历史的鹿港中原病院，因为年久月深，建筑物有袂少损害，经过专业团队的修复，彰显早年的珍贵文物。影线法的方式去做全摄，那这影线法的话，它是非常注重非常细的线，你可以看到是用非常密集的垂直线去细细的排列出来。在这边可以看到说，它不管是衣折的上面的纹饰，或者是它的人物的整个形态、神情，都是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画作了。这栋清代结合日本时代建筑工法的旧厝，在1905年由人叫柯德森的医师伫遮成立中原病院，嘛是柯家一家伙仔生活所在。第三代厝主柯正元医师，2019年开始第一阶段的修复，2020年申请到文化部2000多万的补助，加起出500多万，用年外的时间完成规栋老瓦厝的修复工程。看到这间厝经过700年吼，一寡物件吼漏水咯，有白遐咯，甲风台时会破坏，感觉就心内足艰苦咧，所以想讲要找一个方法来修理。当初要开始做装修的时候，有先甲厝内底所有的物件拢搬去一个仓库，找着足侪古早700年前的吼，就是讲碰见的物件，拢搁找出来。柯正元表示，未来会甲中原病院规划成展览空间，展出当初阿公所使用的医疗器材，佮爸爸柯宗德摄影师伫1950年到1960年代翕的相片，希望民众会当伫100年旧厝内底感受英国的历史风华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